Hello，歡迎大家收睇野人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咁咧就又去到今日咧嘅第二條片啦。咁啊，想同大家講下咧，遇到唔開心嘅時候咧，可以點做？係啊，咁啊，你無論你係選擇咩嘅生活方式啦，物質掛帥嘅生活啦，或者係簡單自然生活啦，總有唔開心嘅時候嘅。係啊，咁啊，包括我係啊，不過要喺呢度都講講，就係生活方式嘅選擇咧，會讓你開心同唔開心嘅機率咧係爭好遠嘅。嗱，之前有拍過片講就係如果過簡單嘅生活咧，其實你開心嘅機率咧係高好多嘅。係啊，咁就如果咧係你過物質掛帥嘅生活咧，你就遇到唔開心嘅情況係會高好多嘅，因為其中有唔少係嚟自錢啦。係啦，咁咧就我見到我個仔嗰個校花經過，好係而家我翻緊屋企。咁咧唔開心嘅時候可以點做咧？係啊，咁咧首先就係揾可以試下啦。我咁少嘅唔開心可以自己獨處下先嘅。係啊，因為有時咧人嘅情緒係會起伏噶。我而家都即係都係啦，近呢幾年啦嚇，近呢5、6年多咗留意咧，就係我哋嘅情緒，我哋嘅精神狀況係啊。當我哋遇到唔開心嘅時候，開心唔開心係啊，我哋即係會影響到其他人。例如自己唔開心啦，咁好易就將呢個狀態咧去感染到其他人。咁所以咧唔開心嘅時候咧，獨處下先，俾自己咧去 feel 下，去冷靜一下先，睇下嗰樣嘢咧係咪真係對你嚟講係咁大件事。有專家講過咧，當我哋遇到一件事情係前令你唔開心嘅，當下個情緒咧係最強烈嘅。咁隔咗一排咧又會好啲，隔一日隔一星期之後咧又會再好啲。咁所以咧停一停，靜落嚟，冷靜下先，係其中一個緩解唔開心嘅方法。好，第二啦，咁就係可以揾人去傾訴啦。信得過嘅人或者係傾得偈嘅人，一句兩句其實已經好幫得到件事啊。咁我自己通常咧，我相對地，我覺得我自己唔開心嘅時間係比較少嘅。咁要唔開心到要揾人傾訴咧，細個會比較多啲，細個會多好多嘅。咁大個之後咧就少咗好多。咁通常咧自己獨處下啦，咁平復翻落嚟咧，咁就會好啲。好，咁好，第三補充下啦，第三點啦，其實同就係第三點係咩咧？就係思考下嗰個唔開心嗰個問題同埋來源，究竟係一個咩一回事？咁咧係咪真係會唔開心嘅咧？係咪有冇得改變嘅咧？有好多時啲事情未必係我哋想象之中咁差嘅，我哋係可以透過修正啦、調整啦，去改變呢一個結果。例如可能唔開心嘅原因係因為唔舒服，因為病咗，咁透過咧調整我哋嘅飲食，其實係可以令自己舒服啲嘅。咁所以第三個俾大家參考咧，就係要停落嚟去諗下，
有冇啲即係具體啦，係啊嘅方法咧，可以令自己感受到咧，令自己件事好。好多時啲嘢咧都係有得改有得變嘅，並唔係咧一定要硬食嘅。點樣去修正個結果，令到我哋可以換嚟一個開心啲嘅結果咧？係啊，咁呢個咧係緊要㗎，係啊，係第三點。好，第四點係啊，亦都係最後一點，咁就係鼓勵大家咧多啲去下大自然啦，係啊，呢個係幾奇妙嘅，係有科學研究過指出，住喺郊外嘅人咧，個壓力咧或者叫做係低啲嘅，開心指數咧係高啲嘅，係啊，或者常去大自然嘅人啦，係啊，都係會開心啲嘅，你即係我係比較少見到咧喺郊外啦、自然嘅地方咧係有啲大嘅紛爭。以前農村社會啊，雖然物質條件簡樸啊、簡陋啊，甚至乎好低啦，咁但係咧，佢哋都可以活得一個比較，即係個開心日數咧係比較高嘅，咁當然文化背景有啲唔同啦，咁但係值得大家參考下就係、多啲接觸大自然咧，可以緩解我哋嗰個唔開心啊，係啊，咁亦都有科學指出咧，即係而家好興嗰啲森林浴啊，係啊，唔該晒，嗰啲森林療愈啊、海灘療愈啊等等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科學引證，就係原來接觸多啲大自然咧，咁就可以減壓啦，咁壓力咧就係其中一個咧令到我哋唔開心嘅源頭啦，咁大自然裏面咧佢嘅釋放好多芬多精，或者叫胺多酚啊，咁然之後咧樹林啊、瀑布咧就最多嘅，咁我哋即係讓我哋身體釋放多啲之後咧，係啦，咁我哋就會保持一個愉悅開心嘅狀態，咁所以咧點㗎？即係過得簡單之外咧，原來去多啲大自然啊，住埋一邊啊，甚至乎放假去下行山，放工落下公園啊，去下海邊行下，個人睇多啲嘢，咁我覺得係一件會提升我哋精神狀態嘅一個好方法嚟嘅。我自己嘅經驗咧，我就唔喜歡早晨。我就唔喜歡屈埋自己喺屋企，即係越隱蔽咧，我就越難走翻出嚟。呢個係我嘅經驗啊，所以亦都有研究啦嚇，喺網上睇過啦，就係話有個好嘅 social interrelation 或者叫做社交接觸，人與人之間嘅互動接觸咧，係有助於緩解呢個情緒嘅，好，咁咧就一口氣講咗幾個啦，係啦，當我哋面對唔開心嘅時候，可以點處理？咁第一就係先停落嚟先，自己獨處一下先，俾空間係啦，停一停，係啦，唔好直接要處理個問題就先停落嚟先，係啦，讓時間咧去幫我哋冷靜一下先 ，OK。第二就係揾信得過嘅人啦，去分享啦 ，OK。第三係啦，就係嘗試啦嚇，去睇下有冇應對嘅措施可以改變到呢一個嘅狀況 ，OK。咁第四就係去多啲大自然，喺大自然等大自然咧去幫你一個問題咧擺喺自己身上咧就好大，擺喺個山上高，擺喺個海入邊，擺喺個天空入邊就細好多噶啦。好，咁盼望今日嘅分享
都好幫到大家，係啊。咁如果覺得呢條片有價值嘅，可以 like 啦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如果想支持野人拍更多嘅片，可以加入呢個會員頻道，琴日新開嘅，係啊，好開心，暫時有1個朋友加入咗，係啊。咁咧就可以讓我有資源去建立團隊，去做啲真係更精彩嘅片。而家嗰啲真係全部都野人自己一個人做，我都覺得自己盡咗力噶啦，係啊。一個唔想用手機啦，又唔想對住電腦嘅野人啦，都拍咗400幾條片，擠咗上去互聯網上高，係啦。咁但係我都想繼續做好啲嘅事，因為要拍啲片咧係大家都喜歡睇嘅片，而唔係淨係得啲好有心嘅人先睇。我要將我想將我分享嘅信息咧，去擴大到同溫層以外嘅地方，就係咁啦。好，咁咧就去到呢度，咁下一條片再見大家，希望繼續見到大家支持，拜拜。